这超难养的，超难养嘛就这样养了，这个养了以后呢，它变，今年嘛，把这年给你这个，给地嘛了不对。完了，哎啦吧，哎啦，这么看，没拉米就输了，这么是别了吧？那不玩了，没给这些了，我没玩了，给这把去。怎么了？那你讲你讲我别玩了。哎，你没有快点吧？那啥了，讲不下去。还挺冷的。我顶是吧？有顶进去啊！我真的是不懂。好，我三输入。他来手吧，讲嘛呗。我这把等于去吧去。讲嘛，老师们，瞧一下嘛，就讲。我去我来洗吧。我来选的。你去来那讲嘛吧，你来那就讲嘛吧。你去哎哪里吧？讲嘛吧，讲嘛吧。哎哪里吧嘞？哎哪里从我这嘛？这把等于是，那要不讲我讲嘛，然后这第二个嘞，瞧着讲我去讲嘛。然后再等于结果瞧着讲我去讲嘛。这里嘞瞧着人开讲啊，哎讲了，好的，这第二个这边这边。我哎哪个？第二里那边讲嘛喏。你看风雨来，我没风雨来了。你有，这哪出吧？朋友人，看下来，我吧，先摸你个我来。先摸回来。啊，没事呢，隔壁这段隔壁这样这样子嘛，好的。这我们那天搞的。我那很要多的，阿宝。对，我也没有摸过。哎，那你是干的哟？那是你是干的，多少嘛？都帮人就不行了，出来帮人。那种没我看见感觉了。鸡肝我鸡肝嘛，鸡肝嘛，我做鸡肝，是那么鸡肝，他说鸡肝。你说俺家没法去洗，讲那个。怎么样找去了？啊，怎么样找去了？今晚还录给你。那你家干了嘛？要炒啊？他在去掉给你。这叫没呀叫我。你说干什么呢？你想不着。咱这吹的皮谁？完了，让给他们领不饱，让给他们理解不好，全能理解到。完了，我其他我就理解其他科目。没法子，我刚去他家的，没法呀，我没。俺来宝宝都来人这边，给你来也要来。哎啦，哎啦，哎，干一回来没有呗？干了的，这都不要你。那给我，哈，这要天地装。你干了要不然哎啦妈是，哎啦妈是干了呀，谁要是干？你是干了呀？你是哪？没问题。问了，阿弟没问啥呀？没两个啥的，给你压力，给你没两个那些，是不是？好啊，我们擦的，去给我。哎，去我们擦的，擦进到了没擦呀？擦进到嘞，弟弟妈擦开了啊？这第二个，哎，那等于吃好的，那等于吃。给家反正是。回家路吧，我把我的车那头进来，我说的啦。哎，我不知道还人家帮上讲了，哎，帮的也帮的呢，这说帮的，发一个，反正我帮，你不知道还人家帮的，你来帮啥的？啊，我跟人家嘛了，不知道还是谁，还讲讲了，不知道还人家讲了，帮的，他这边吃菜啊，所以满呀，干嘛里面讲那个？讲，这边这个老家一个。妈不会说肯养你，我不是。哎，那个，哎，我看人家的
ုံးကြောင်ရောက်တော့မယ်ရှင်းတော့ဖုံးကြောင်ရောက်တော့လည်းဆက်နေနမမေးကီကတော့တော့ပဲဆိုဝီပါ ဒီမှာလေး